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阿 Man 啊，繼續同大家跟進呢個醫院口岸爆炸案先。今日喺高等法院嗰度咧，進入第89日嘅審訊啦。呢單案件咧牽涉8個被告啦，控方指控佢哋咧涉嫌咧參與個恐怖活動啦，製造爆炸品，甚至協助呢個暴力示威者逃離香港啊。而今日喺庭上面嘅焦點咧，再次圍繞首被告何卓維嘅自辯啦，特別佢嘅 Telegram 裏邊嘅對話記錄。好啦，唔講咁多，即刻進入今日嘅重點先。今日嘅審訊呢，控方展示咗何卓維喺2019年啦至到2020年期間 Telegram 裏邊咧多段對話嘅記錄嘅。內容啦，不但牽涉呢個暴力行動計劃啦，仲牽涉製造爆炸品啦，同埋安排暴力嘅示威者逃亡等等嘅行為啊。何卓維自辯嗰陣時承認啦，佢曾經喺 Telegram 嗰度咧同一名叫做 Freedom 嘅女子咧喺度聊天。內容咧包括咧蛋糕設計失誤啦，我好辛苦先抱住衝去 U 車等等嘅訊息。何卓維指啦，蛋糕咧係一種咧加入呢個發泡膠嘅汽油彈啦，咁樣咧即係直接承認啦，佢諗住呢啲汽油彈咧係同佢有關嘅。之後仲話啦，抱住呢啲汽油彈咧衝去呢個 U 車喎。雖然咧就冇做到啦，但係有咁嘅想法咧，已經係相當恐怖㗎啦。庭上面亦都提到啦，何卓維咧曾經喺 Telegram 嘅對話當中咧提及希望呢幾日咧飛機試飛成功啦。何卓維解釋啦，呢度講嘅飛機咧其實係遙控飛機模型啊，目的咧係用嚟拍攝警方嘅部署啦，減少示威者被捕啊。佢話咧當時示威者圈內咧有唔少人討論過咧利用無人機協助示威者。但呢啲所謂嘅科研計劃咧，最終冇成功實行嘅。其實無論計劃有冇成功啦，呢啲對話咧都顯示咗被告咧協助暴力行動嘅方面咧係積極參與嘅。尤其是呢個飛機試飛啦，同埋呢個蛋糕設計呢啲信息啦，反映出被告當時咧已經參與咗一啲好明顯係針對警方嘅行動啊。庭上面另一個重點咧就係何卓維提到屠龍小隊嘅潛逃計劃嚇。根據 Telegram 嘅記錄啦，何卓維話喺2019年嘅12月期間啦，佢曾經收到相關嘅查詢啊，對方希望佢咧協助安排船隻，令到屠龍小隊嘅成員咧可以離開香港潛逃去台灣。何卓維承認啦，佢當時咧計劃極度危險嘅，冇信心可以成功啊，但佢亦都冇即時咁拒絕，而係積極向香港嘅船家咧查詢安排船隻嘅事啦。雖然最後咧都係唔成功，但被告行為咧已經反映咗佢咧協助暴力示威者逃亡嘅主要角色唔係單靠冇成功就撇清所有責任咯。喺庭上面啦，何卓維多次提到啦，自己為咗維持呢個勇武前線示威者嘅形象所以喺對話當中咧經常講到誇張啦，甚至唔符合事實嘅説話嘅。佢話啦，因為當時咧示威者圈裏邊咧對勇武派咧有一定嘅要求，如果佢表現得退縮咧，或者唔支持相關嘅行動咧，就可能被其他示威者咧批評甚至乎喺網上面嘅攻擊。例如啦，佢喺2019年嘅11月30號啦，同呢個 Freedom 討論呢個示威者使用弓箭嘅問題啦。佢供稱其實當時咧已經覺得示威者咧喺運動會式微冇可能再搞落去啦，因為咧唔想被批評佢選擇冇直接表態反對而係繼續同對方喺度言論啦。其實呢種維持形象嘅講法咧，根本咧仲用嚟掩飾佢喺暴力行為當中嘅實際角色。題外話啦，今日法官咧亦都有對辯方律師嘅提問咧作出批評嘅。喺辯方律師咧向何卓維提問咧有關理工大學解封嘅消息來源嗰陣時咧，律師直接提示話新聞都有報導啦，引起法官嘅不滿嘅。指律師呢種做法咧等同為被告作供咯。要求辯方律師咧以合法同埋正確嘅方式提問今次可以俾到市民大眾睇到啦，呢啲所謂嘅律師咧為幫罪犯脫罪咧，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嘅。而今日嘅重點入邊咧，無論係呢個蛋糕設計失誤啦，呢個飛機試飛啦，定係協助屠龍小隊去潛逃啦，呢啲係唔單純嘅吹水咯，而係反映被告對暴力行為嘅參與同埋認同好明顯啦，何卓維咧嘗試用唔同嘅方式咧去掩飾自己喺事件中嘅實際角色啦。但從 Telegram 嘅記錄啦，同埋相關嘅證據咁睇啦，佢嘅行為咧要超出咗咧單純言論嘅層面啦，成為協助暴力行動嘅一部分案件會繼續審訊嘅，我會為大家繼續跟進最新嘅進展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次再見啦。
拜拜。